惠康職員懷疑扣起奶粉貼水貨客。上水彩園村一間惠康嘅奶粉貨架零零舍舍冇咗美贊臣嘅奶粉。有議員話收到前職員投訴，指超市扣起啲奶粉，每罐貴多80蚊賣俾水貨客。懷疑呢就係有惠康嘅經理囤積咗一啲嘅奶粉，就冇擺上架，知邊個渠道呢就俾咗啲水貨客賣咗。即係如果超級市場呢根本上冇監管到上架嘅貨品，我覺得佢已經對市民呢冇一個交代，買唔到奶粉，影響咗個細路仔呢嗰個健康啊或者成長呢，其實真係好無良。佢懷疑有人涉嫌貪污，今日會向 ICAC 舉報。有家長就喺網上邊投訴，指其他嘅超市同樣購貨賣俾熟客，甚至用曲奇紙箱嚟裝奶粉賣，掩人耳目。嬰兒嘅奶粉好難有代替品啊，亦都唔係即時一換就換咗去第二種嘅奶粉啦。咁，所以我哋都希望佢哋管理層係正視啦。即係如果你有貨，你就拎上去俾大家買咯嚇，就唔好話俾某一個即係某啲人大量咁買晒去咯。惠康回應話，有規定貨品必須要上架，依家有限制客人每人只可以買3罐美贊臣。消息就指本地嘅奶粉喺內地有價有市，甚至有水貨客出50萬訂金向北區嘅藥房訂貨，令到奶粉荒加劇。美贊臣就話喺2月尾已經額外增加咗10萬罐供應。